Hello， 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大家嚟到漢興中醫學院介紹。今日我哋會同你哋一齊講一講我哋漢興中醫嘅歷史，同埋我哋點樣用心去將呢門傳統醫學傳承落去，幫助到更多人保持健康。你知唔知道我哋漢興中醫由1985年開始營運，至今已經有超過30年嘅歷史啦。一路走嚟，我哋都好重視傳統中醫嘅精髓，唔單止係提供醫療服務，仲為咗推廣中醫文化，不斷喺教育方面努力㗎。我哋每一位醫師都好有心去了解每一位求診者嘅身體狀況。你知道嗎？喺中醫入邊有一啲特別重要嘅診斷方法，即係四診：望、聞、問、切。好似我哋平時患病會睇下個人面色、舌頭，到問下症狀，甚至用手摸脈搏，全面了解身體嘅氣血陰陽是否平衡。呢啲診斷方法非常細緻，亦係中醫能夠準確診斷嘅關鍵所在。當我哋知道身體嘅陰陽失衡程度之後，醫生就會根據病人嘅需要，制定最適合嘅治療方案。話你知，呢啲方案唔單止係針灸、拔罐、正骨，仲有用我哋嘅中草藥、飲片或濃縮粒粒沖劑嚟調理身體，目標就係令身體返去一個陰陽平衡嘅狀態，從而達到健康、少受苦嘅理想狀況。我覺得呢個就係中醫最大嘅優勢，並唔係照單全收，而係根據個別身體狀況，配合天然嘅療法，幫助身體自我調節，同時預防疾病。你有冇試過用中醫治療？感覺點啊？可以喺留言話我知。除咗醫療服務之外，我哋仲好重視中醫嘅教育同傳承。我哋嘅學院會陸續提供線上同埋線下課程，課程包括中醫基礎理論、中藥學、方劑學、針灸學、生理病理學等不同範疇。無論你係想入門定係進一步深造，都可以喺我哋度揾到合適你嘅學習途徑。而且我哋所有高質課程嘅價格都比傳統學府低得多，讓更多對中醫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輕鬆學習，冇任何負擔。我哋相信，只有喺普及同傳承中醫嘅過程中，先能夠令呢門古老嘅醫術繼續走得更遠。你是否都對中醫感興趣？又或者你已經喺學習緊啦？可以喺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想法同經歷呢。最後，因為而家呢個環境，大家都越嚟越重視健康，傳統中醫係一個值得推廣同發揚嘅寶庫。親身體驗或者學習中醫，都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實踐，令自己同家人都更加健康快樂。好啦，今次嘅漢興中醫學院介紹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今次嘅內容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官方網站 www.kaihingcmc.com、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YouTube Channel 俾你身邊嘅朋友仔，等更多人知道呢份傳統寶藏。你可以喺各自嘅平台上面搜尋漢興中醫學院，就可以揾到我哋㗎喇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深入嘅中醫知識，期待同你再見啦，拜拜。